咱同心来祈祷。慈悲听到宝贝上帝，阮感谢你的带领，阮平安经过一礼拜。伫一礼拜中间，阮的天气变化，连咪寒，连咪热，阮也得到平安，献上阮的感谢。但阮也感谢主，你互阮有即个福气，伫主日的时，可以当来敬拜你。恳求主你赏赐阮每一人有谦卑、敬虔、顺服的心，要来领受你的话语。也赏赐阮有属灵智慧，开阮的心门，互阮会当明白。特别阮咧学习，将做一个和平使者的时阵，求主你更加加添阮的气力，互阮知爱安怎来活靠主，将做一个和平使者。祈祷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大家平安。咱和平使者的即个操练，咱进到第10礼拜，咱拢总有12礼拜。咱来看起咱的文末顶头所写的，咱知咱的和平使者，咱要学习有4个即个 G 开始，头一个是 glorify God， 就是为要来荣光上帝。内底讲到3课，包括讲咱伫生活中间常常有种冲突发生的时，到底是带来歹的，还是带来好的？圣经甲咱讲，伊是带来好的机会。到底是啥物好机会呢？原来就咱借着即个机会，咱会当因神益人。咱若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过着一个真和平的生活时，人会感觉足奇怪，为什么你会当安尼？咱就借着即个机会，会当伫遐来将咱的一切荣光来归伫上帝，因为是上帝听咱才有办法。至于上帝为什么带领咱安尼来做？因为是伊有权柄，上时伊是美好的，然后伊是信实的，为古早到现在到以后，拢总袂改变的。所以咱自然爱来挖靠着伊。所以咱才讲靠主会当来行好事。第2个阶段，咱要为着即个和平使者中，咱先检讨咱家己。圣经讲，咱常常看见别人目睭来影查，但是却无看见家己，无看见别人的即个草，看见别人的草又无看见家己目睭来影查伫咧。所以咱要先拄起咱家己目睭来影查伫咧。伫遐讲到咱家己爱检讨的部分，包括讲咱啥物相当有即个欲望伫咧，即个欲望咱无得到满足。咱就伫迄个所在哪想哪去，就变做想买，变做一定买，得袂到以后，咱就开始伫迄所在批评论断，然后咱就开始有处罚，咱的刑罚就开始产生，迄个正对咱心中的一种偶像伫咧，即种为咱的心底下来开始产生的。咱来检讨咱家己啥物即种情形，然后若有诶时阵，咱再去认罪。咱所上课第6课，甲咱讲到这认罪，毋是普通的认罪。比如讲，过一摆，搁较知影讲，啥物叫做认罪？你咧一开始，你著是一个悔改的心伫咧，准备心，有即个心愿，有即个意愿要去悔改，然后再自我审查，你到底安怎毋对无？毋是敢讲我大概知吧？无，伊甲咱讲着几啊步数伫咧，你啥物讲话言语无好，才造成安尼，啥物无经过思考所讲的，还是无意中去刺杀着人的。啊，你啥物想要控制别人？啊，你啥物是即个你的承诺你无去达成？啊，定到包括讲你爱恨别人，你爱别人安怎对待你，结果你无安尼对待别人无？这拢总引起着像我家己检查我家己到底有啥物毋对无？然后我爱去认罪。你要认罪前，爱先知影你到底做啥物毋对。认罪中间课本甲咱讲有7个 A 伫咧。迄是真彻底种认罪的，包括讲你知影你得罪着什么人无？你知影你所造成的这种严重性到偌严重无？你知影你家己要承受的这个效果到底偌大无？等等这个，然后再最后讲我要安怎来改变。所以，互咱学习的是一个，若是一个真彻底性的。咱要检查咱家己的时阵，为心开始伫遐来开始，然后再真正来检讨咱家己，甲伊的行动再来做出来。这是咱第2课时讲第2部分，第3部分呢，再去讲到对方。对方毋是去责备，对方是要互伊知影讲，伫即个冲突中间，伊爱负的责任到底是甚物？这部分真困难的咧，普通人拢真容易要防卫家己、保护家己。你讲什么，伊就讲绝对毋是我的，还是什么？伫迄个所在时，所以咱圣经中央的教是讲，咱要安怎伫人来中间讲诚实话，就用爱心说诚实话。咱真容易拢用一句话讲，我用爱心说诚实话，所以我就不加以思考的开始叭叭一直讲出来，不管对方到底是安怎。但是伫这腓立比书第4章的第29节先甲咱讲呐，
你迄种垃圾误会的话，唔通一句都唔通讲出来。你在讲啊啦，造就人的话，为着要互对方得到利益。原来用听心讲善事话，就是啊，要互对方得到利益。你讲这话讲了，伊会当得到利益袂？还是非常伤心苦毒，无下面的灵，就伫伊的中间，一直苦毒着伊无。所以甲人讲咧，你若要用听心讲善事，是三个阶段。头一个就是安那，用福音做中心，你要讲造就人的话。第二，你来认真听，到底你有误解到任何代志啊无？第三，你爱去讲的时候要有智慧，这智慧毋是你的智慧，是属天的智慧。其实上帝赏赐你智慧，赏赐你智慧，所以你会当安那讲出帮助人的话。伫顶礼拜时，咱来讲起讲，耶稣教是咱伫即个教会中间，咱拢偏偏是基督徒的时，咱有冲突的时，要安怎来解决？头一个就是咱家己会当忍受，咱就忍受；咱袂计较，咱就莫计较就好啊。若袂当的时，咱私下去下面讲，也毋当去互足侪人知影，私下当解决就好啊。佫袂当的时，咱找两三人，一两人相甲去，看会当解决啊。伫咱中间做一个和平使者、调解者袂。佫袂当的时，进到第四个步就是啥呢？甲教会讲，教会就用主耶稣互伊的权柄。讲你伫地面前所拔的，伫天顶也要拔；伫地面前透的，伫天顶也要透。即种权柄去甲对方讲，对方若佫袂当接受，咱只有甲看作是外邦人，看作是一个抽象的，毋是安尼就气死伊。即外邦人意思是安那，咱来传福音哦。哎，为头开始，伊是毋是已经袂记咧主的疼？伊是毋是袂记咧即福音带来，互伊的即种得到头棒？是毋是？无为什么伊袂当安尼？所以咱佫一摆，佫将福音伫迄所在甲传，为着要得到伊一个。咱毋当袂记咧，主要所讲的即个故事头前是拢讲到即教义头前拢讲到啥？若有一个人有100只羊，丧失一只的时，伊要安怎？伊是毋是讲我著99只就好啊？我著佫带倒转去，迄只免插伊。无，伊讲伊放下99只，去找迄只。主嘛无愿意咱任何人失袂去，嘛毋通因为咱有项冲突了，咱就失去即个朋友，失去即个主内兄弟姊妹。所以这得要互咱学习，将做一个和平使者哩。当然进到伫遮，咱拢已经目前拢是一个准备，互咱的信念、咱的理念开始改变。知影咱所有代志发生的时，头一个咱就安那，转到伫上帝面前。咱要安怎互这所有的代志，拢当应神应人，拢当上帝名得到荣光。那呢，咱就知，咱爱到伫主的面前爱谦卑，咱爱想到咱家己的毋对，咱的责任是啥物，然后来帮助对方也知影伊的责任。最后就是要警告咱今仔日开始的即个，要安怎去甲讲好。咱今仔所头一个讲就是讲，你爱赦免对方，才像上帝赦免你共款；你爱饶赦对方，才像上帝饶赦咱共款。咱对即个冲突发生的时，咱是爱看对上帝是，互咱赏赐一个好机会，因为咱会当伫遐应神应人，家己佫会当学参像基督。然后咱若是冲突发生的时，咱得用跟上帝做中心，家己先检讨，然后再进到伫最后，伊知影伊的责任，咱就和好。这拄则已经解说过，但则要问咱讲，和好的真正意义到底是啥物？咱拢知要和好以前，一定要有赦免，一定要有饶赦。所以，讲话就讲和好要做真正意义，就是讲饶赦真正意义到底是啥物？咱就要做到安怎？咱来靠人家己会当做到袂？爱要做到什么程度？然后咱要饶赦，甲上帝饶赦，到底有啥物关系伫咧啊无？头拄仔即圣经在是马太福音第5章23节到24节，然后有歌罗西书第3章第13节，我直接邀请咱大家做来读来。所以，恁伫这，也记得恁的兄弟有啥物挟骗你，就伫遐放下你的礼物伫单前，带先去甲你的兄弟和好，然后来献你的礼物。歌罗西书第3章第13节来，世事二比有挟嫌。就着三宽容，三赦免，亲像主捌赦免你，恁也着安尼。即两个圣经在拢甲咱讲，你若看迄动词的，就是讲，即个咱若有人即个挟嫌咱，毋是咱去挟嫌别人，别人挟嫌咱是咱嘛爱主动去，
甲咱的兄弟伫个所在和好。咱要赦免人，永远来主赦免咱，所以咱就安尼去做。这通讲是一个理所当然的，毋是讲你有特别有啥物恩膏，你特别有啥物疼惜，是因为主甲咱讲的这个假使，毋茫咱去做。咱到底靠家己有办法，这个完全的这种赦免啊无？假使若有一句话甲你讲，那你请别人原谅你，伊甲你讲好，我原谅你。但是我无办法，佮你有进一步亲密的关系，嘛无办法达到咱以前这个关系。你感觉伊的这个怜悯，伊的这个赦免，伊的原谅，有真正的赦免啊无？你想看觅，你到伫主的面前求主，我悔改认罪，主甲你讲安尼，好，我原谅你，但是我无办法佮继续祝福伫你啊。咱的关系就到安尼为止，敢若这样代志我赦免你，你感觉这是真正的赦免？咱知这是无够，这种赦免毋是真正的赦免的。真正的赦免到底是变怎？咱今仔日是要来学习。赦免人是主耶稣互咱这个命令，伫以弗所书第4章3:20，甲拄则哥罗西书的时，拢伫迄个所在甲咱讲，拢是讲伫基督内底。伫基督内底，还是主已经赦免咱，所以咱来原来这个中心点拢是有这个基督神伫咧。所以咱若真正。咱的心若是叫上帝甲咱洁净起来，来改变的时，无咱就无办法。迄个歹的记忆，甲即个伤害呢，一直伫咧，一直苦毒着咱就无办法甲人建立一个信任的这种关系哩。只有一个办法，咱有办法伫遐克服这个，就是咱承认咱家己的亏力无够，咱无办法去赦免人，所以咱需要上帝来帮咱，伊来改变咱，其实诚实。甲即个倚靠上帝是安那，要会当赦免人上个关键的这种。特别是咱要讲到即个饶赦赦免的时，咱头前要注意着。咱靠咱人无办法，咱只有到上帝面前，咱才有可能。靠咱，你讲有啊，我会当，我嘛会当安尼做个啊。你认真去思考，你就知，你有可能是真久久长长，到最后，倒是真正伫迄个所在再来赦免人，还是已经代志袂记咧，我毋知。有一个更较短、更较紧的方式，让得到完全的啦，倚靠上帝。咱要来明白这个赦免、饶赦时，咱先来想讲赦免到饶赦到底毋是甚物？即刚讲着3项，饶赦毋是一个感觉，伊嘛毋是一个甲袂记咧，伊嘛毋是一个样来借口。原来这是拢足主动，赦免是真主动的代志。伊是即个意识，知影我要做这样代志，毋是我一个凭一个感觉。安尼念无，伊是一个意志的表现伫咧。伊是一连串的一种决定者，决定讲我要倚靠上帝，决定我要来做赦免伊也无爱。第一个决定就是咱家己爱来改变，求上帝改变咱的心伫咧。饶赦毋是甲袂记咧，饶赦是非常理智伫迄个所在处理了，做一个决定，我愿意要来饶赦。咱伫以赛亚书第43章第3节、5节讲。咱若认咱的罪，伊是真实公义，要赦免咱的罪，洗除咱拢总的不义。而且动词是主动的，我毋是不得已啊，不得已去用别讲我会赦免你，无我是主动的。所以迄个赦免毋是我袂记咧，还是讲我着不得已啥，是我经过真理智的选择了，我愿意要安尼做。赦免毋是迄个借口。毋是讲，因为我毋知要安怎处理，好啦，就算啦安尼。无，伊是了解了即个整个情形了的时阵，伊伫遐真诚实，伫遐说来，我愿意来处理这个问题。安尼你才有办法带来真正的即个自由伫咧。我愿意饶赦你，是因为你知影你的毋对，等等这个攻击了，我要做到安怎？所以拢毋是一个借口。咱先看伊讲饶赦伊啊，伊毋是一个即种感觉，伊嘛毋是一个较袂记咧。英文来讲，可能较简单讲，种 forgive 甲 forget 啊，敢若两几字啊无共款尔。毋是，伊是真正 forgive 就是安那。我知影，所以真理智伫遐做出来这决定，伊毋是一个借口伫咧，原来是一个真实，因为我要得到真正的自由了。若知影安尼了，咱倒转来看看真实的即个赦免到底是啥？当有人若得罪你的时，你可能会使两个反应。头一个就是安那，吼，你得罪我即马有理啊，所以我。讨回公道，我追究到底，得理不饶人。因为我有道理，你无道理，你毋对，所以我就要甲你处罚。你会使安尼做。第二方法是安那，我袂计较，袂计较就是要赦免伊。有一个作者写一句话讲安那，
讲你若要歪调写歪下面人的时，你就是敢若你入毒。